各位，報稅季節開始咗啦！今年有3個數字你一定要知，分分鐘有錢退。第一，標準扣除額加咗。今年報稅，單身人士嘅 Standard Deduction 升到15,750元，夫妻合報就升到31,500元。即係話，你唔使 itemize 都可以扣多啲稅。第二，記住 deadline。今年報稅最後限期係4月15號，千祈唔好拖到最後一刻，早報早收錢。第三，點樣最快收到錢？千祈唔好寄信，一定要用 e-file 電子報稅加 direct deposit 直接轉賬，最快21日就有錢落袋。想知更多慳稅貼士？記得 subscribe 紐約與你。